芝麻薏仁蛋糕，薏仁粉、低筋麵粉、白芝麻泡打粉、小蘇打、鹽、雞蛋液、奶油、牛奶、細砂糖、檸檬汁、烤箱攪拌盤、打蛋器、蛋糕模具，將嗰啲薏仁粉、低筋麵粉、泡打粉同埋小蘇打鹽過濾到一個攪拌嘅盤入邊，跟住混合將白芝麻稍微剪碎這樣可以讓芝麻嘅香味更加好釋放出嚟啦，亦都可以使蛋糕更加口味更加好嘅。剪碎之後程度之後更加喜好調整，不用剪得太碎，將剪碎嘅白芝麻加入到過濾後之後嘅粉類材料，將再次攪拌均勻其上，將雞蛋同埋蛋清同埋蛋黃分離到兩個乾淨和水和下嘅攪拌群中，注意蛋清中不能混入一絲蛋黃，否則會影響蛋清嘅打發。喺裝有蛋黃嘅盤中加入液體，又用打蛋器攪拌均勻，使稠同埋蛋黃充分混合。接着加入牛奶，繼續攪拌均勻，讓蛋黃和質地變得細，用分2到3次，將混合好嘅粉類材料加入到蛋黃糊中，用細刀以不規則嘅方向攪拌均勻，避免過度攪拌導致麵粉起乾翻盤至沒有乾粉或細絨面糊，即可在裝有蛋清嘅盤中滴入幾滴檸檬汁，這有助於穩定蛋清嘅打發狀態並去除蛋清味。分3次加入細砂糖，第一次喺蛋清開始出現而硬化時加入1/3嘅細砂糖，第二次喺蛋清變細溶體積膨脹時加入1/3細砂糖，第三次喺蛋清出現硬化時加入剩下嘅細砂糖，讓打蛋器高速打發蛋清，直到提起打蛋器，蛋清能拉出一個短小直尖嘅尖角，指示蛋清打發處剛上發酵狀態。1/3打發好嘅蛋清倒入蛋黃糊中，用剃刀從盤底往上翻攪均勻，注意不要畫圈攪拌，以免蛋清燒泡。將翻好嘅麵糊倒回剩下嘅蛋清中，繼續用剃刀翻拌均勻，製成均勻嘅蛋糕麵糊。將拌好嘅蛋糕倒入蛋糕模具中，輕輕浸出氣泡。將烤箱提前加熱咗80度，將蛋糕模具放入烤箱中層，烤製50到60分鐘，具體可以根據烤箱嘅功率同埋蛋糕嘅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可以烤製40分鐘，觀察蛋糕上嘅之後加上錫紙。蛋糕烤好後，迅速行佢立即在桌面上輕震幾下，然後倒扣在架上。等蛋糕能夠冷卻後，脫模刀沿着蛋糕邊畫一圈，將蛋糕從模具中脫出。請點醬沾住我哋